喺墨西哥有個地方，景觀似足科幻電影，佢可以話係地球上嘅外星世界。各位觀眾大家好啊，我係泡泡，又到咗網絡補血站嘅時間啦。喺墨西哥灣嘅深處有一個叫做瓜伊馬斯盆地嘅地方，嗰度嘅景象就好似科幻電影入面嘅外星世界一樣。喺呢個極端嘅環境入面，熱液噴口喺海底2000米嘅地方不斷噴出高溫液體，形成咗一個充滿生命同色彩嘅奇觀。呢個地方嘅環境真係極之惡劣，但係竟然有一個非常獨特而且充滿活力嘅生態系統喺度蓬勃發展，完全顛覆咗我哋對地球生命嘅認知。呢個現象引發咗無數嘅討論同埋研究，因為佢挑戰緊我哋對生命存活條件嘅理解。瓜伊馬斯盆地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嗰啲熱液噴口。呢啲噴口會從地殼嘅裂縫中噴出富含礦物質嘅高溫液體，溫度可以高達攝氏300度。呢啲熱液會改變周圍海水嘅化學成分，創造出一個對大多數生物嚟講都係唔適合生存嘅環境。不過喺呢個看似荒蕪嘅環境入面，竟然生存咗一個獨特嘅生物群落，佢哋可以適應呢啲極端嘅條件，簡直係不可思議。呢個生態系統嘅基礎係一啲叫做視極微生物嘅細菌，佢哋可以利用熱液中嘅化學物質作為能量來源，呢個過程叫做化學合成。呢個機制令到呢啲微生物可以喺冇陽光嘅情況下生存，並且為成個生態系統提供能量。更令人驚奇嘅係，呢啲細菌會覆蓋住熱液噴口周圍嘅岩石，形成一層層色彩繽紛嘅生物膜，有黃色、橙色、紫色等等，各種鮮豔嘅顏色交織埋一齊，形成一幅奇異嘅景象。呢啲色彩嘅鮮豔程度係前所未見嘅，甚至有科學家估計呢度可能存在住一啲從未被發現過嘅視極細菌。泡泡認為呢啲極端環境唔單止係科學發現嘅寶庫，更加係地球生命力嘅象徵。佢哋就好似地球上嘅另一個星球。研究呢啲生態系統可以令我哋更加了解生命嘅本質，以及佢喺宇宙中嘅各種可能性。今集就講到呢一度，下一集會繼續帶俾大家更多精彩嘅內容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俾個 like 啦。